来看，第二为伫高雄高山的工厂停驶30档路，为着要活化空间，高雄市政府甲第二公司协调，要来起新的茶山步道甲设施，做回来了解。 一透早，茶山有真侪时段穿好装备要来爬山。这条步道停车场是真宽，连便所嘛拢真新。这是拄起好的茶山步道，每种时段听到消息要来体验。民众认为，虽往新步道真水嘛真好爬，不过也是欠缺一寡设施，认为爱搁加强。这个停车场吼嘛爱设一个饮水机，因为登山爬山一定爱 补充水分。我看到感觉讲，这应该嘛爱有小姐，我唔通走来遮坐。对啦，啊，回头因为电管遐那个可以整，可以做凉亭嘛。因为茶山步道那边很多都有凉亭嘛。其实，这个茶山上线步道原本是第二公司的土地，第二高山手伫1994年停产，空间荒废真久，拄好遮挖进茶山，为着要活化土地，市府甲第二经过协调，总算伫去年底完成茶山爬山口，这嘛是距离轻铁火车站上近的茶山步道。 保局负责场内环境维护甲停车场的管理营运，共同完成场地改造。本次新设的爬山步道是上靠近轻轨的爬山口。目前步道设施还有一寡未完成，公园处表示，步道边仔围栏会伫这个月15完工。另外，边坡会用网仔来加强维护，月底会完工，量早予民众安全舒适的爬山环境。记者钟友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